有100年历史的新德观古迹新埔判处，经过征收了后，去年对外开放。迄阵佫成立工作站，而且以判事家族下无一商号号名做金合号，带乡亲做伙来了解到一个新埔的发展历史。新埔的判处是潘家的先人在1861年所起的，已经有160栋的古迹。经过修复，去年重新开放。这届特别以潘家当年家族无一的商号金和号为工作站号名。我们潘家也非常的高兴啊，有这个文化工作者进驻这一个据点呐、未来的工作站啊，能够更发扬啊，就是不但只是一个据点而已。那么我们也希望让这些整个环境啊更好。工作站未来会透过空间参历史小界，除了让民众会使了解建筑背后的家族故事，也进一步了解新埔的在地故事。过去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做一个单独的一个的，那我们现在其实试着把它串联在一起。其实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发现新埔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地方。再造历史现场的计划的方案，包含访谈在地的耆老，以及跟在地居民的链结，还有在地的一些企业跟商家，还有公部门。我们希望呢，从这里作为起点，打造不一样的新埔。目前工作站主要是办主题展览，未来会参地方团队以及社区营造合作计划，和老街、老厝发展出新埔观光新特色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